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大国紫檀的电视柜，长度大概1.8米，红木生意不好干，现在也是全部那个便宜卖了，这个直接给大家报价3000块啊，就直接拿走。细节独板的带沙缝纹，小面框大面板，然后正面的话是1、2、3个抽屉，2个门直接打开，宽度的话是大概一个45公分，侧面板全是独板，清晰干净，工艺到位。